来看屏东的小琉球，伫咧自2024年的时阵，捌发生过粪扫危机，因为找无业者愿意来在粪扫，规个小琉球是囤超过600吨的粪扫。原来呢是这背后有乌道伫遐插手。检方调查发现，讲这细里查甫人所带头的犯罪集团，长期以来甲3个业者讨这回馈金，拢总甲人讨576万，那准唔互因呢来迫害因的基居。屏东地检署也起诉这4个嫌犯。把垃圾装载上车的时候，也需要由警方。屏东环保局主编看相片，讲起迄当阵派警察来护送小琉球粪扫清运的代志。小琉球因为游客真多，平均一天有10吨的粪扫，拢需要扣车扣船再登来本岛的垦丁焚化炉烧。不止到2023年，小琉球的粪扫清运常常无业者要做，连续流标9摆。乡长讲，迄当阵规粒岛囤超过600吨的粪扫，原地公所拢掠准是补助金伤少，业者无爱标，后来才知影是有人在冲空。接近2023年的2月的时候，厂商跟公所反映了机具有被破坏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时间点马上把这个事情反映给屏东县政府。检调单位介入调查，嘛查出是有犯罪集团伫后壁操作。检方指出，细里的查甫人带头要求粪扫清运业者一栋爱交600块的回馈金，若无就要违准判察抗议。3间业者自2020年起，3年来拢总共落连576万。查到检方对细里的主嫌等4人正式起诉。环保局表示，迄阵小琉球粪扫囤2个月再卖出去，官府会当讲是总动员，就连警察也来护送粪扫车，才顺利解除小琉球的粪扫危机。当时动员了大概250人次，还有12航次的船运来载运把那些垃圾从垃圾车那边转运到我们本岛来做处理。检方按照恐吓处罪罪对4名嫌犯起诉，其中细里的主嫌被认定恶意重大，落连的行为严重影响小琉球上万人的生活品质。检方向法院求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同时没收不法所得576万。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兆勇、屏东采访报道。